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5章，非士人甲上帝的约柜抢去，对以便以谢运去亚实突。非士人甲上帝的约柜运去大袞的庙，甲伊放伫大袞的边仔。隔日透早，亚实突人起来，看到大袞倒伫上主的约柜头前，面趴伫涂骹，就将大袞搁抬起来伊的原位。搁隔日透早，因起来，看到大袞搁再倒伫上主约柜头前，面趴伫涂骹，头甲两支手掌拢断去，落伫户顶顶面，只有剩大袞的身躯。因为安尼，大袞的祭司甲所有入亚实突大袞庙的人，到今仔日拢无踏大袞庙的户顶。上主的手重重拍亚实突人甲周围的人民，互因生毒疮，搁互因惊。亚实突人看到安尼就讲：以色列上帝的约柜毋通搁囥伫咱遮，因为伊的手重重拍咱，嘛拍咱的神明大袞。亚实突人就派人请非利士的首领来，问因讲：阮着安怎处理以色列上帝的约柜？因应讲：甲以色列上帝的约柜运去迦得。因就将以色列上帝的约柜运去。约柜一个运到遐，引起大惊吓，因为上主的手攻击迄个城，搁拍城内的人，互城内的人无论大细，拢生毒疮。因就将上帝的约柜送去以吉伦。上帝的约柜一个到以吉伦，以吉伦人话讲：因将以色列上帝的约柜运来咱遮，是要害死咱甲咱的同胞。因就派人去请非利士拢总的首领来，对因讲：甲以色列上帝的约柜送倒去原来的所在，则免伊害死咱甲咱的同胞。全城充满死亡的惊吓，因为上帝的手重重拍因。无死的人拢生毒疮，全城啼哭的声透到天顶。